各位小小博物館 KOL，你哋知唔知點解麵豉湯遇到鐵會加快生鏽嘅速度啊 ？A. 麵豉經過發酵 ，B. 麵豉湯裏邊有水分 ，C. 麵豉湯裏邊有鹽分。俾3秒鐘大家時間諗下咯喎，預備3、2、1，一定係 B，因為有水。我就話一定係麵豉經過發酵先會整到生鏽啦。我嘅直覺就係鹽分。哈哈，你嘅直覺真係準確啦。點解啊？麵豉湯裏邊咧就有鹽分啦，即係氯化鈉啦。咁啊離子嘅濃度咧就會大大提高咗喎。咁轉移電子嘅速度咧亦都會有變化㗎，引致到咧氧化速度咧就會增加，咁就會容易啲令到鐵生鏽啦。嗱，如果你哋屋企有麵豉嘅話咧，你可以打開嚟睇下㗎喎。麵豉咧本身就有淺黃色㗎，裏邊有少量嘅鐵質㗎。當接觸到空氣嘅話咧，佢就會氧化，就會變成深啡色㗎啦。